个家己有一个里长，因为看到车路边有粪扫，2天啊拢无人去清理，就甲边啊学校的老师吵，甚至还阁用广播放送这间学校拢无伫边扫。原来学校是回应讲，应该若负责清理人行道尔，车路是无归因管。这个里长后来嘛表示后悔，嘛讲要捐6万块予这间学校。人车真济的大车路边，为了安全，学校禁止学生囡仔去扫车路。不过当地里长无确认学校边扫范围，进前发现车路一地粪扫，可2天无人清。向当时带囡仔边扫环境的主任嘛歹听话，佮透过社区广播指责学校。我感觉这无迄个够用的。这个马路边这里外围其实就是属于社区道路，了解的就是会透过社区的志工来进行打扫。一个广播，规个你的居民拢听到，老师袂堪咧受侮辱，爱学校介入。查清楚了后，里长发现学校敢若负责人行道，点啊加路，毋是学校责任范围。伊感觉歹势会毋对，讲家己真土地讲的有话无，毋是故意骂人，要捐6万块做环境整理基金。学生就是站在上面可以扫得到的地方帮忙扫没关系，但是你不能下来，因为这边车流量真的太大。咱重要是为了环境卫生较会，迄个口角安尼啦。查甫人嘛是拢讲的，拢有当时爱较会迄个口头禅啦。废弃物清理法规定，4公尺内的公共巷仔、路面甲水沟仔，由相对户还是小瓦户分别各一半清理，其他公告有关环境卫生需求的范围，由执行机关也就是当地环保单位负责。里长讲，这件代志是伊毋对，希望老师接受伊真心悔失的，互代志会当结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